緊喎。消委會提醒，用廚房紙之前先留意呢件事。消委會測試啦15款廚房紙，居然高達5款含菌量超標。廚房紙係咪差唔多呢？今日實測話你知，普通廚紙一撕就爛，濕水更不堪一擊。無論乾定濕 ，Kitchen Blue 都好堅韌。2張廚紙先抹得晒水漬 ，Kitchen Blue 1張搞掂。油漬抹勁唔乾淨 ，Kitchen Blue 輕鬆去油。仲有啊，大家最關心嘅食品接觸安全 ，Kitchen Blue 絕對做到。4大國際認證，食品接觸安全，無論吸走肉汁、血水、油脂都可以輕鬆吸乾。唔同廚房紙真係可以好唔同喎。今次精選推介係 Wipe Kitchen Blue。係 Wipe 系列而家可以係 HKTV Mall 買到啦。